問你個問題啊，炒股票同打官司有咩分別？麥球哥有咩高見？炒股票贏嘅係道理，打官司贏嘅係歪理。賺大錢唔通靠歪理啊？邊個有錢佬唔想揾翻個大律師做朋友啊？有咩依喐，我哋就係佢保命符啦，係咪啊？揾翻幾個大老闆學下炒股票，學下炒樓，有益身心啊！我情願俾人打，好過俾天收啊！你以後條路好難行嘅喎。你仲記唔記得你當年讀 law 係為咗咩咧？中家就係香港嘅大世家，成個商界都要喺背後聽佢哋支笛嘅。如果贏，即刻出翻。你而家代表嗰個啊，係佢嘅情婦啊，即係鐘太嘅死對頭啦。如果輸，就坐終身。我呢隻渣啫。咩？輸啦。既然嗰個女人已經坐緊監，咪由佢唔出嚟咯。Forget about witnesses and evidences and whatnot. To the jury, who's the prosecutor? 做人梗係要以德服人，暗算靈計。以前啊，個個都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㗎。今時今日，人人都改口啦，話法律面前同人死梗啊！我就睇下今日邊個死梗。法庭辯方已經完成結案陳詞，請你坐低。辯方已經坐低。就算要坐一世，我都唔想個女死得不明不白。我哋係會搏命幫你打呢場官司，我哋係一定會。證物幫佢哋，今日證人幫佢哋，呢一度死人都幫佢哋唔到。Everything is wrong。我哋做刑事大律師，每日企喺度堅持，唯一值得我哋咁樣做嘅，係得一個理由。我要分手。唔得咯！狐狸精啊！杯頭癲起上嚟，真係唔係人咁品㗎。夠撲我哋正正式式打返場。我以後打拳，開個隔離。 1、2、3、4。Focus。你好當佢係你男朋友咩？你不如唔好同佢癲啦，好唔好啊？都年青啦，我嘅 followers 多咗37個喎。喺擂台上，呢日鐘聲未響，呢日都唔好認輸。臨時決鬥。喃嘸負責超度先人，我哋行街就負責超度生人。生人點會超度咧？生人都要破地獄㗎，生人都好多地獄。破地獄。Sertai program minum dan tebus jaket juara Milo. Jom beli dan kumpul pack Milo untuk dapatkan jaket juara Milo penuh bergaya. Sertai sekarang. As an F&B business owner, you could have everything. But what if it was bigger and better? Imagine being on Borat Sini, Astro Awani, hits, and more marketing support worth up to 17.5 million ringgit. Sign up with Astro Biz now. 與香港同步播出，傳說探秘引爆恐懼，究竟係神棍作祟，定係疑心生猛鬼？迷信背後隱藏住驚人秘密。香港探秘地圖，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 ，Astro AOD Astro Go。 The debate continues. Who deserves it more? Who is the greatest? Regardless, this truth remains. The fight, the sacrifice, the faith. It's one for the fans. Watch Premier League at its best, live on Astro.
Come join our watch party at these locations. Experience every moment live together. This is one for the fans.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判断袁龙里这一集极有可能发展为命案。哪来的命案？我是师傅，你是徒弟，咱俩处定，听我的。资深刑警和菜鸟警员联手翻查离奇旧案。这中间应该是欠缺了某个信息和逻辑。我觉得这18年前徐梦失踪案有关。他们正一步步撕开黑夜的真相。轻松点播《黑夜告白》，任何时间、任何方式，多达4个屏幕。有些舞台注定不凡。Astro 与芒果 TV 重磅打造歌手马来西亚篇。6位各具独特风格的首发歌手将以实力征服舞台，还有26位前哨歌手争夺最后2个席位。歌手2026马来西亚篇 Astro AEC Astro Go。喂 ，cut good day next shot。Hi， 我係 Adrian。拍咗10幾年，我日日喺度諗點樣將最狠最逼真嘅畫面咧呈喺你眼前。喂，下鏡頭咧 ECU 85嘅 memo，OK？ 老細，鏡頭嬲啊，好嬲啊，殺父神咁嬲啊 ，OK？ 咩啦半年啊？搞多句搞錯，唔係依家。AD call me when the set is ready。身為一個導演，我連休息嘅時間咧都係諗住電影㗎。等我介紹一個中文電影 app， 俾你可以隨時隨地睇戲。由獨家首播大片、原創作品到唔同類型嘅電影，全部原汁原味，零刪減上架㗎。Director, set ready。好嘅中文電影點可以收收埋埋，淨係得我知㗎。CM Go 係你專屬嘅中文電影 app， 快啲 download CM Go 啦！我求女仔，冇人中意。係，我家健啊。無視世俗偏見，尋找一絲溫暖。你嗰晚就係同佢啊？唔使咁緊張。嗰刻我覺得我好重要，我好有用。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最佳女主角廖子妤，我唔會中意你。最佳男主角陳家樂。像我這樣的愛情。沙地太太。据我们调查，房门从内部被反锁，窗户也无法在房间内打开，现场是个密室。想把你定罪还不容易，到时候你就等着吃牢饭吧。我只知道你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定罪扣帽子。我倒是可以帮你一把，1000万。在这个社会上，可以用钱摆平的，就不算什么麻烦。老李爷的钱多一点出来就行了。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天理的吗？别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你有道理的。你以为这么简单，一切就结束了吗？天影巨獻。赴湯蹈火，星期日晚天影頻道獨家首播。就係佢，咁犀利咩？得唔得？你都幾搞笑。學你啫。所有人 good job。咁就好啦。CM Go 一個 app 睇盡你最中意嘅中文電影。天影巨獻。
當年一拳咋，我乜嘢都冇晒。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提名。你話吹嘢啊，三個兩冠軍。俾翻落手你。你點不似我老豆啊？我都話唔要咯。曾志偉、最強嘅敵人咧，係你對手啊，係你自己。張繼聰，驚咩？驚人成世俾人恰噶啦！一定要俾佢知道，我老豆係屬於你嘅。金童5月31號，天影頻道獨家首播。需要他的時候，他在哪？你到底要我怎麼樣？蘇黎，怎麼講？我們也是兩母子。分家。我爸今天過來了。幫我找個人陪我媽。您今天會做梅菜扣肉嗎？造就一場別開生面嘅聚餐。不買單。三地紅星胡亂助攻。你嗎？希望用愛打破隔膜。快報警！我是說，打電話給警察。團圓飯。